呢度係硬頸版麻雀，今日直接上強度啦，5鋪正將奉上，嚟睇第一鋪。再上一張就有呼叫，打65000索都一樣嘅，不過呢場我嘅萬子好好力，所以我留萬子。OK， 叫胡。不是哥們。始終都係我嘅，中14個，第二鋪。碰過再入一個就可以叫胡。哇塞，3索都摸到，咁下一張應該係2萬啦啩。點解我嘅2萬仲未嚟嘅？依家變成台橋啦。遲嚟嘅2萬，咁樣就要做選擇題，叫個500萬。超級正路啊！開二獎多個，中19個，第3鋪碰個北先。使唔使咁多對啊？一係我動返起個北做7對咯。好啊，今次真係動返起2個北就7對叫胡啦。終於有得碰啦！原來我啲碰牌喺晒後邊，叫胡。正將即食，中9個，第4鋪。呢鋪啲牌好似有啲高難度喎。我已經 feel 到呢鋪叫胡又係叫萬子㗎喇。
開始發力啦，再上一張就叫糊。靚碰靚碰，叫糊。呢場只要係我叫到4、7萬或者500萬嘅糊，我都好有信心摸得到。我嘅 BB 嚟啦，中11個，最後一鋪，起手派幾齊張啊？嚟到一上一叫環節。碰咗再抬轎算啦，童子嗰邊應該好容易上到張。好啊，順利叫糊，上碰下字摸。我諗多咗添，走唔甩啊！呢個發財，喂，碰走我嘅5筒就有啲過分啦。我已經摸咗6、7、8筒一間牌啦。都已經咁後期啦，我都唔敢保降2萬㗎。究竟係邊個揸住啲紅中唔自摸啊？終於摸到啦，中15個。